药成社福基金会提供身心障碍者专人服务，伫双邦内有15个庇护工场，逐年提供要到200位身心障碍者就业机会。不过即摆呢，这物件起价因的营运成本也拢变悬，而且因生产的产品呢，也爱和市面上做伙来竞争。即摆诈骗问题真严重，因也真歹募款。请你把它推到最底。 救护员详细伫咧吩咐庇护员工甲行好的往来所装袋啊。另外，这边伫咧传的是绿地所皮，师傅这个阿包的内底烘过了就是香港的地所。往年啊，庇护工厂怎么也伫咧赶工做新年的礼啊。包面包、包吐司，光店那个酥饼很多。早年在我们经营上面的话，那可能竞争也比较少。 然后可能包括营运的成本也相对低，产品的这个物料的成本，其实大概从跟20年比起来，我们至少成长是3倍吧。这么逐项拢起，药成社会福利基金会总经理吴庆芳讲，庇护工厂也拄到成本提悬，甲一般市场产品竞争的挑战，还有就是身心障碍者年纪愈来愈大，甲诈骗严重，影响因的收入募款。这几年特别因为这个诈骗。 猖獗，所以其实基金会募款非常的困难。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推行的 ESG， 把那个 ESG 的社会责任的概念，可以把它更广义的扩大，或者是说更实质的协助企业来做社会参与这一块。那每一家的庇护工厂呢，我们每一年都补助1位行销人员以及相关的宣传费用，1年最高可以达到40万元。根据这个 庇护工厂的需求呢，我们也可以请专家来进行这个营运上的一个协助跟辅导。针对身障者年纪愈来愈大的问题，台北市也规划促进健康措施，补助庇护工厂、社会企业办理身障者体适能运动等相关的活动。这3年来投入经费有到1000万，希望用运动来减缓身障者脑退化，维持因的生活品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